来看 AIT 证实讲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伫今年1月2日落任咯。目前川普政府还未决定新的人选。另外，今仔有24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提出共同决议案，呼吁美国应该要废除已经过时的一中政策，恢复甲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。总统大清在去年12月出国访问，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时阵，迄时阵 AIT 主席罗森伯格请产假当中，由 AIT 执行理事拿兴接待。罗森伯格伫交院顶悬用影片方式祝福，这正做伊任内最后一摆出来。因为拿兴回应平面媒体证实，罗森伯格已经伫今年1月2日结束 AIT 主席任期。佮指出 ，AIT 主席经过 AIT 董事会任命，人选会由美国国务院推荐。Is taste good? Yes, tastes very good. 罗森伯格无到2年的任期当中，至少访问台湾6摆，因为背景有真高的民主党色彩，而且是属于拜登政府政治阵营，伫川普就任进前都被认为可能的气质。川普政府甚至政治任命一个新的主席，目前状况也无清楚，华府也还未决定接任的人选。目前看起来，台湾议题优先顺序来讲，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位置。日本首相石破马上就要去华府访问嘛，这可能会开启了一个川普可能要开始关注这个亚太地区的状况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这可能是一个转捩点。川普主政之下，台美关系如何发展，真受关注。不过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力头无减少。24个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最近提出共同决议案，呼吁美方废除过时的一中政策，恢复甲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，佮甲台湾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，也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。不过，这种的决议案无需要交予总统签署，所以也无法律效力。国会挺台湾的这个力道，我们必须要维持住。可是，我想我们可能必须要设法强化跟这个行政团队的关系。另外，南非政府高地汉南驻南非代表处要求伫3月底进前签出首都的代志。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，南非作为民主宪政国家，应该甲台湾徛做伙，佮保留台湾伫普利托利亚的代表处，展现支持台湾的态度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